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耀口腔沙頭角店嘅毛醫生。呢一排咧，我收到好多網友嘅私信，都問我一個共同嘅話題，即係貼片。佢話毛醫生，我係女仔嚟嘅，但我想做貼片，但係咧聽講做貼片咧需要磨好多牙齒，對牙齒會損傷好大啊，以後會變脆。呢啲都係好多人喺網上可以睇到嘅一個話題。呢一期咧，我哋嚟講一講，究竟做貼片需唔需要磨好多牙齒？大家知啦，我哋牙齒有啲人愛靚嘅，需要改變顏色啊，改變形狀啊，或者有啲人牙罅比較闊嘅，想收埋個牙罅，又唔想去經過做牙套，又唔想箍牙，咁樣咧做貼片咧係一個最慳時又最簡單嘅方式。我哋依家做貼片咧，個技術已經係非常先進㗎啦，甚至可以做到人哋講嘅唔需要磨牙都可以做貼片。但係你講咧，如果唔需要磨牙咧，咁樣做出嚟牙齒嘅貼片咧，會比自己下次會厚少少。所以咧，好多人喺做貼片嘅時候咧，醫生咧都會喺牙齒上面薄薄地咁磨一層，因為我哋嘅貼片咧都有一定嘅相應嘅厚度。如果牙齒表面輕輕地磨一層咧，首先咧佢可以增加佢嘅固胃力啊。第二咧，佢做出嚟嘅效果咧，同自己原先嘅牙齒嘅厚度係一樣嘅。所以呢一層咧，大家唔使擔心嘅。做貼片磨牙，亦都唔會傷到牙神經啦，都唔會破壞牙齒嘅琺瑯質，都唔會有任何嘅唔舒服嘅感覺。阿毛醫生咧喺呢10年嚟做好多貼片，基本上冇人反饋話，亦都唔會話出現大家擔心嘅琺瑯質會變差，牙齒會變脆，或者後期有咩唔舒服嘅感覺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做。最緊要咧，大家都要揾一間正規嘅牙科做全瓷貼片，因為我哋牙齒咧同全瓷係兼容嘅，千祈唔好貪平去做嗰啲人哋話咩銅瓷貼片啦，或者樹脂貼片。咁樣對牙齒琺瑯質啦，對牙肉係損傷會十分之大嘅。好啦，呢一期咧為大家講解就係咁多。如果有其他關於牙齒嘅問題咧，可以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